美股近期大幅反彈，已經重上翻3月份嘅位置，咁嚟緊究竟會唔會繼續上升呢？有啲咩因素要留意呢？大家好，今日5月14號星期三，歡迎收睇財經早餐。希文早晨啊 ，Connie 早晨啊。希文啊，咁睇翻咧市場嘅變化真係非常之快啊！咁2個禮拜前呢，我哋啱啱先喺呢個頻道入邊提到，喺4月底嘅時候咧，環球嘅多個股市咧都大幅反彈啦。咁當時咧已經有唔少嘅股市已經收復咗大部分嘅失地啦。咁同埋都有提到咧，大家要去緊貼翻最新嘅貿易局勢發展。咁但係好快嚟到依家咧，我哋見到英國同美國咧已經係達成咗佢哋嘅貿易協定啦。咁兩邊咧都同意大幅降低翻原先計劃嘅一個雙邊關稅。咁而且啱啱過去嘅星期一中美會談之後，同樣都係發布咗呢個聯合聲明，雙方咧互相下調關稅嘅，而且都承諾會繼續就經貿關係進行協商。市場依家對於關稅嘅憂慮咧顯著降溫。咁原本咧由4月底低位反彈得，相對於亞洲整體市場相對反彈比較慢嘅美股咧，咁同樣都係升勢非常之強勁。咁依家已經升穿咗200天平均線啦。咁不如咧，我哋今日都講下啦，美股喺今年嚟緊呢幾個月啦，咁仲有啲咩因素咧值得我哋留意啦，好唔好？當然好啦 ，Connie。嗱，美股咧，首先咧，其實真係咧有唔少嘅因素咧，嚟緊呢幾個月咧會影響佢嘅走勢㗎。首先喺90日裏邊咧，中美咧將會繼續咧就經貿關係咧有協商啦。除咗呢樣咧，我哋要睇翻啦，除咗中美方面咧，歐盟同美國同埋甚至乎日本同美國嘅貿易談判咧，都會繼續備受關注。大家知道啦，其實咧佢哋嘅汽車工業咧，對於佢哋國內貿易嘅政策咧，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㗎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佢哋嘅談判嘅方面咧，亦都係喺呢方面一個關鍵嚟㗎。另外咧，美國近期公布嘅經濟數據亦都反映咗咧，美國初步經濟增長咧已經係放緩緊㗎啦。咁見到咧，美國首季 GDP 咧喺年率計咧收縮咗0.3%， 3年裏邊咧，第一次咧有負增長出現㗎，亦都低過市場預期，原本都係預咗佢收縮0.2% 嘅啫。期內咧，我哋見到個人嘅消費增長幅度都 OK， 有1.8%。嗱，雖然咧係由上一季嘅4% 大幅跌咗落嚟，但係咧仍然係高過市場原先預期嘅增長1.2% 㗎。咁美國經濟分析局咧就話咧，季內裏邊咧嗰個進口急升咧係導致 GDP 增長被減少嘅主要原因，減少咗4.83個百分點㗎。不過美國4月份嘅非農業新增職位啊，或者 ISM 服務數據等等咧，都係勝過預期，似乎數據都係有啲參差啦。我諗。原來係咁。咁另一方面啦，我哋當然都要留意翻聯儲局對於未來減唔減息嘅呢方面政策立場啦。咁聯儲局咧啱啱過去嘅5月7號議息會議之後咧，就宣布繼續維持翻利率不變。咁主席鮑威爾咧會後記者會上面都有表示，佢覺得關稅咧咁可能都係會暫時推高翻個通脹嘅。咁但係目前咧，佢認為美國嘅經濟表現咧仍然係相當之穩健。咁而聯儲局咧需要見到就業市場放緩啦，佢先至會需要行動。咁喺議息之後嗰日啦，我哋見到根據翻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，市場對於美國今年嘅減息預期咧已經由議息會議之前預期嘅減息3到4次咧下調到淨減息3次。咁嚟到今個禮拜諗，因為呢個貿易前嘅不確定性，起碼咧一短期之內你已經減低咗之後咧，我哋見到市場對聯儲局嘅減息預期咧更加係再進一步下降。咁我都知道啦，近期美股嘅估值咧又再度上升啦。咁嚟緊咧，如果要繼續支持翻呢個高嘅估值水平啦，咁相信咧都係要繼續係靠翻一個盈利嘅增長，係咪？冇錯啦，盈利增長咧真係好重要㗎。大家知道啦，咁其實咧，我哋根據翻最新數據睇翻啦，例如我哋睇翻倫敦股票市場交易所 LSEG 佢 IBES 統計嘅數據啦，去到上個禮拜5標普500指數成分股裏邊咧，有90%嘅企業已經公布咗佢今年第一季嘅業績啦，按年增長咧都係有成14.1%，算係非常之好㗎。亦都係連續第二季嘅季度錄得咧係雙位數增長，亦都高過咧我哋4月頭嗰時咧預期佢又只有8%嘅增長咧，好多㗎。反映美國企業咧其實盈利咧佢哋真係幾硬淨下㗎。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啦，市場咧另外咧又對未來幾季嗰個盈利增長咧明顯咧下調咗唔少喎。今年第二季咧、第三季同第四季嘅企業盈利增長咧，分別咧只係得翻咧6.3%、8.3% 同埋6.6% 嘅按年增長嘅啫。分析師咧對未來企業按嘅盈利增長咁大幅下調咧，似乎咧就係話咧市場預期翻咧宏觀經濟啊、政策各方面啊不確定性咧，正係影響緊企業盈利啊前景咧帶嚟咗一啲壓力㗎。投資者真係要密切留意翻個最新嘅變化啦，因為咁樣可以決定翻美股而家估值咧係唔係算合理嘅喎。明白晒啦，咁大家嚟緊咧記住要密切留意翻啦。今日同大家傾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